因为立党议员刘维英的青年理念，艺人杨烈伫全国走透透互选的行程当中，特别南下替伊徛台，用车队扫街来支持。除了希望伊顺利连任，也希望18岁投票权的修宪复决案会当过关，呼吁大家11月26一定要投下同意票。但他有看到年轻人是必须要让他们出来，把自己心里面想要讲的话把它讲出来。哦，那你想要讲出来，必须要给他们有舞台。哦，那这些舞台就是说，如果能够像现在做到这一点，修宪，让18岁公民权这个能够成立的话，大家能够过关的话，我想回应自己本身他也会很高兴了。距离到下一大选剩无到10天，议员刘维英除了拼选举争取认同，也特别邀请艺人杨烈18岁到40岁青年所组成的青商会代表，以及26岁的当选里长的张友新，甲资深冲动党员詹俊麟里长等人，要来小听18岁公民权，地强调无分年龄族群，共同来守护台湾少年人的权益。让大家知道说，我们年轻人可以很可靠，那可以很有创意，更有活力。那今天有心要在这边呼吁，我们年轻人一起站出来，然后11月26号，那可以替我们18岁的投票权修宪案一起投下同意票。因为我们相信年轻的力量，我们相信台湾需要年轻人引领向前。特别是在这个法律上，18岁其实已经是完整的个人，在青商会的事务，18岁也可以加入青商会的事务，再显示这些年轻人不只可以对自己负责，也可以对自己的未来负责。所以在这边很诚恳的呼吁大家共同站出来挺18，11月26号投下神圣的挺18的公民权。挺18，我在台南挺18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